大家好，又係讀書好 TV 嘅時間啦。嗱，上個禮拜咧，我就介紹咗一本關於蒙古史嘅作品咧，就係呢個日本嘅學者岡田英宏嘅一個關於世界史同蒙古史嘅關係嘅研究，亦都係挑戰咗我哋所謂傳統咧中國歷史嘅一啲嘅核心嘅價值啦，包括係一個即係種族主義嘅思想啊，同埋係呢個大一統嘅一種嘅意識形態咁樣。咁今日咧，我介紹呢本書咧，亦都係同上一次我介紹嘅書咧係有少少相關性嘅。同樣咧，都係同蒙古有關嘅。但係今次呢本書咧，嗰個嘅顛覆性嘅程度咧，係遠超於岡田英宏呢本書。嗱，我介紹嘅就係我手頭上呢本係最近喺台灣出版嘅一本叫做《成為黃種人 Becoming Yellow: A Short History of Racial Thinking》。咁呢本書嘅作者咧就係叫做 Michael Kivitz 咧，就係耶魯大學嘅研究呢個文藝復興嘅同埋比較文學嘅學者嚟嘅。佢就喺台灣大學嘅外文系執教。咁但係點解會寫一本咁嘅書咧？嗱，大家睇個封面就知啦。呢本書裏邊咧，嗰啲嘅中國人嘅形象咧，其實就係嚟自呢個19世紀西方所描繪嘅中國人嘅形象。咁而當時佢哋點樣去稱呼中國人咧？就係屬於蒙古人種。嗱，我哋今時今日咧，我哋自稱我哋係咩咧？大家會聽過呢個譬如我中學年代咧好流行嘅呢個張明敏嘅《龍的傳人》咧，我哋就會自視我哋自己都係黃種人。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就永永遠遠就係龍的傳人。咁咧就好奇怪喎！嗱，你大家諗下，我哋自己對被西方稱為黃種人呢樣嘢咧，係完全唔抗拒嘅，甚至咧係用咗西方嘅分類方式自稱為黃種人添。而我哋更奇特嘅地方咩咧？我哋中國人咧就將西方喺19世紀以嚟所分類嘅人種嘅顏色黃種人，就將我哋傳統中國文化裏邊對黃色嗰種迷戀咧，就自動將佢結合起上嚟。嗱，我哋有黃河啦，黃色嘅泥土啦，黃土高原啦。我哋嘅中華民族嘅共同嘅祖先係咩咧？炎黃子孫啦，黃帝啦。皇家係咩顏色嘅咧？中國嘅皇室係黃色嘅。你見到故宮裏邊嗰啲嘅琉璃瓦咧，都係黃色嘅。咁所以咧喺黃色呢個文化嘅概念裏邊咧，我哋係好正面去睇呢樣嘢嘅。但係大家有冇諗過點解西方喺19世紀開始，喺18世紀其實係18世紀末、19世紀開始，會稱呼嚟自亞洲嘅人為之黃種人呢？而背後呢種黃種人嘅思維係咪有種族主義嘅思想喺裏邊呢？而點解黃種人嘅概念傳播到嚟亞洲嗰陣時，中國人同日本人對被西方稱為黃種人係有咁唔同嘅反應呢？嗱，中國頭先我講，我哋就會好被動或者係好主動咁接受咗西方嘅分類，白種人、黃種人。如果你睇翻晚清嘅一啲嘅改革思想嘅作品咧，包括梁啟超啊、康有為啊、嚴復啊，或者係甚至係孫中山都好啦，佢哋都會視咧被稱為黃種人咧係冇問題嘅，甚至咧係等同於咧我哋黃種人咧係同白種人咧係平起平坐嘅。而其他咧黑人啦、紅人啦，即係紅番啦，就係次一等嘅。嗱，喺日本嘅明治維新之後咧，佢哋係相當抗拒被稱呼為黃種人，因為佢哋覺得我哋根本就唔係比白人低一等嘅黃種人，我哋根本係同佢哋平起平坐。而佢哋平起平坐嘅方式咧，就係話唔應該將亞洲人同白人係作一個膚色上嘅區分。而呢本書，我覺得有趣嘅地方係咩呢？係將我哋過去喺中國人好多嘅國族觀念以外，最核心嘅價值，所謂黃種人嘅觀念咧，係嚟一次嘅徹底嘅解構，指出成個西方喺人種學上邊嘅分類、膚色嘅分類，其實唔係嚟自一個傳教士或者宗教或者係其他旅遊文學或者係19世紀嘅傳記等等呢啲咁樣嘅分析，而係出於一種種族觀念嘅思想。嗱，
如果我哋去諗翻轉頭，西方去認識我哋亞洲或者中國，最早期係咩人呢？呢個作者就好聰明，佢就去睇翻當時喺17世紀、18世紀西方傳教士嘅作品啦。嗱，我哋都認識嘅嗰啲人，譬如方濟各啦、利瑪竇啦、衛康國啦，呢啲就係喺明末或者明中葉由意大利或者葡萄牙嚟澳門，然後或者係嚟廣東省，由廣東省進入去中國裏邊傳教，甚至係成為中國朝廷裏邊嘅官員等等。佢哋嘅遊記裏邊係從來冇稱呼我哋亞洲人或者中國人為黃種人嘅，而喺當時嚟講咧，佢哋甚至覺得中國人係白人嚟嘅。但係喺乜嘢情況底下會出現咗呢種轉變？曾經喺傳教士嘅眼中，中國人係等同於白人地位嘅一個民族。喺乜嘢情況底下會變成黃種人，然後甚至變成黃禍，甚至變成係蝗蟲呢？嗱，大家以為蝗蟲係嚟自香港本土派，錯。第一個稱呼中國人為蝗蟲嘅呢，其實係嚟自當時嘅傳教士，意大利嘅傳教士。而呢種咁樣嘅演變，我相信每一個香港人呢，如果你細心去睇呢本書呢，你會得到好多意識形態或者係政治口號以外嘅一啲認識。嗱，今集我未介紹完嘅，下一集我會再詳細介紹呢本書所描述由18、19世紀物種學家、解剖學家、人類學家到政治人物點樣將中國人label成為黃種人，從而變成黃禍嘅過程。好啦，今集時間差唔多，下一集唔係下個禮拜，下一集同樣時間再見，拜拜。